就睇到亞伯拉罕喺唔同嘅階段，初信、中期，其實喺佢嘅生命裏邊，每一個階段都被試驗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嘅行為影響到末世啊！嗱，所以當我睇完第17節嘅時候，我就諗起雅各書第2章21節，又係講亞伯拉罕嘅。嗱，希伯來書之後就係雅各書啦。我哋打開雅各書第2章吓，我哋常常都提到信心冇好行為係死嘅，而我哋睇到第21節開始留意咯噃。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啊！佢話豈不是因行為稱義麼？你將呢句說話寫喺希伯來書第11章第17節旁邊啦，作為一個比較啊。而我哋睇到希伯來書咧就話亞伯拉罕因着信被試驗，然後咧佢願意將以撒獻上。希伯來書11章全部講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因着信，有19次吓，有一次係因信吓。嗱，所以咧信心如果冇行為係死嘅。所以到雅各書咧，佢講另外一個嘅主題就話，我哋嘅祖宗亞伯拉罕把兒子以撒獻上，豈不是因行為稱義麼？話幾句咯。前邊希伯來書話因着信而稱義，羅馬書都話因着信而稱義。我哋今日都係因信稱義，但係喺末世嘅教會非常遺憾可悲，淨係口講因信稱義就唔提行為。你做多兩件好事咧，別人就批評你話用行為稱義，英文叫 legalistic 啊。所以咧非常可惜可悲，亦都好可惡。我哋必須要清楚行為與因信兩者配合。所以當我哋睇到雅各書第2章嘅時候21節提到亞伯拉罕，再進一步喺後邊再提到23節，這就應驗經上所說亞伯拉罕信神，這就算為他的義啊！嗱，呢個信係因信稱義，前邊係加上有好行為，